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7年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要不是接到你的电话，我都不敢相信你真的回来了。都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，怎么还这么没大没小？你父亲近来身体可好？一切都好。不给是吧？啊！不给我带他走！钱拿来，给不给？哥，那些是上海滩的地痞流氓，凶得很呢。光天化日的，这帮人竟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抢劫，难道就没人管吗？哪有人管啊？这种事情现在时常发生，那些混混，他们背后都是有人撑腰的。哎，哥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往哪儿看呢？眼睛长屁股上了。抱歉，抱歉。道歉有用吗？撞伤我大哥，我得赔钱吗？啊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哎，算了，走吧。以后小心点。你招惹他们做什么？你这是疯了！我的钱袋！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？难道刚才你是故意的？以后离那些人远点，赶紧走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别上来！把钱袋子给老子交出来！你说什么？什么钱袋？找他们给老子装！钱袋刚才在我大哥身上，这突然间一下子不见了，是不是你拿的？赶紧走吧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不把钱袋子交出来，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你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来啊，给老子搜！只要发现钱袋子在他们身上，直接剁手。好嘞，大哥，让我摸一摸，我就什么都知道了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不要搜啊！你说呢？老子今天就偏搜定了，尤其是这个小妞，从上到下我都得摸一遍，一处都不会放过。能拿我怎么样？不要伤害我妈妈！你们这些人渣，怎么对孩子下死手？他们算什么东西？敢打我兄弟！来啊，把他腿给我剁了！怎么办？都是我的错，你想要我的钱，这钱我都给你。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，你就别为难他们了，放他们走吧。都给你，都给你。不是说没偷吗？现在证据确凿了吗？不怪他们，都是我的错。求求你放他们走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你小子给我跪下！让我给你跪下，算个什么东西？哟呵，有种啊！今天我要是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，在上海滩还怎么混？
兄弟，我来帮你，带他们先走，我来跟后。你们谁都走。小心！那发子是什么事？打了我的人就想一走了之？杜爷，这些人抢了我们的钱不给，还打伤了我们的兄弟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你的人先抢别人的钱包。重要吗？你想怎么样？准确的说，你能怎么样？你们在上海滩这样闹事，就不怕巡捕罚吗？上海滩，这个最重要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打他们的是我，让他们走。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兄弟，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，这些事情你一个人承担得起吗？承担不了也得承担。你替我们穷人出头，我知道你是好人。阿强不想连累你，打他们的是我自己承担。杜爷，要我说，别跟这些人废话，人家宰了人黄浦江了。至于这个女的，我们捆了，给你送回去，当做孝敬你啊。哥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既然你敢做敢当，也别说我人多欺负你，我跟你单挑，你赢了，我让你走。那我输了呢？输了，这条腿踢到我手下了；输了，把这条腿撸死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但不比的话，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走的。比就比，你想比什么？看你是卖力气活的，我跟你比掰腕子。哥，你快看看这肌肉真强壮啊！怎么，现在不担心了？竟然还有心情欣赏我的肌肉？你看那个小头目，小胳膊小腿儿，我们赢定了。不过哥，你以后不要再强出头了。这一次要不是阿强哥在，我们死定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杜爷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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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，就这点力气？不应该啊，怎么掰不动啊？这小子在手里抹了油，这样一来，胜负可难说了。杜爷为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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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啊！太好了！叫我什么？不要影响我们杜爷发挥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杜爷厉害！说你的手法秀丽乾坤。杜爷为我！说你的手法秀丽乾坤。你使诈！你狗叫什么？杜爷赢你还需要使诈吗？他手里有东西，让他把手擦开。你手里的像针一样的东西，一用劲就往我掌心里扎。你脑子有病！使诈！你有证据吗？我受伤的手就可以说明一切。他手里明明有东西，他就是个蠢货。听这次血不留痕，这家伙果然是软软。那你要是没使诈，你让我们搜你的身。搜身？杜爷的身也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吗？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啊！怎么能跟美女这么说话？是杜爷，你想搜身啊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你得亲自搜。敢吗？好啊。等等，那若是一会儿没搜到，这该怎么办？没搜到。没搜到，那就让我们杜爷也来搜搜你的身呐，这样才公平啊，对不对啊？
愿赌服输，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！愿赌服输，胜者为王。哥，怎么办？兄弟，你是为了我而受伤，若是就此断了手，你让我心里怎么能好过？你想死吗？你不是说可以搜身吗？我替我妹死。干什么？这不是在搜身吗？你想说什么？这就是证据。小白脸儿，不是我们杜爷不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中用啊！美女，你哥替你搜了没有？现在该换我们看看你身上有什么了吧？我没说证据在机括里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！是什么时候？这不是在搜身吗？看来是我小瞧你了。你什么来头？没什么来头。你当我傻吗？你使的可是龙门技术，既然都是佛爷，你这手扮猪吃虎的手法玩得好呀！可别这么说，我和你可不一样。总之我们赢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好，愿赌服输，走吧。走。哎，我让你们都走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想耍赖不成？我刚才打赌说的是让他走，不是你们一起走。至少你得给老子留下。你这分明就是想耍赖！能用青子在我衣服上画春，你小子本事也不小啊。既然同饮一江水，那须得浪花里见真，否则你别想离开这儿。好，不过桥归桥，浪归浪，你得让他们走。哥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听说舒先生讲，好像是荣门的暗语。你先走。哥，你不一起走吗？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那我也不走。你不是害怕吗？我是害怕，但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。我爹让我来接你，你要是有个什么意外，那我怎么给我爹交代？我也不走。你帮了我，我现在走还是人吗？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得了。待我处理完了，我再去找你们会合。那哥，你要是能处理的话，我们在这里也无妨。要是你处理不了，我们两个留在这里，说不定还能帮上你呢。飞，你嫌我们是累赘？是啊，你这个朋友我认了，怎能丢下朋友自己走的道理呢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想跟你喝一杯。好，待我处理完了这些事情，便和你喝个一醉方休。说吧，你想怎么补？不着急，咱们先把规矩讲清楚。既然同为荣门中人，那按照门规，如果坏了同行的事儿，知道该怎么办吗？荣门是什么意思啊？风麻燕雀，花葛兰荣。所谓荣门，就是江湖之中专攻道术、窃术的门派。不错，学艺不精的，自断3根手指。不行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刚才你明明就是输了，你现在是想出尔反尔，再比试一次吗？这个不行。既然入了这样，
就得守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谁都不能破。待会儿手指切下来，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偷。不行，好了，就依你所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输。说吧，怎么？在龙门中，青子是入门功夫。我讨教一下，你刚刚那手功夫到底几斤几两？好，有言在先，若是我输了，除了自断3根手指外，任你处置。若是你输了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们。我不可不输。小子，装什么？虽然你也有点本事，但是在杜爷面前，你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自不量力。待会儿，你要是能从我怀中取走这块玉，算你呢，亮牌吧。就他了，赢了都是你的。放心吧，待会儿我们就回家吃饭。开始啊！全部散开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快的速度，这小子不简单呐！大哥，我看这杜爷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快要输了。哼，就你的嘴不说话，说什么呢？怎么，你师傅没教过你什么是硬回曲？你吃饭的家伙都丢了，还拿什么比？好棒，徐哥哥赢了。自己的钱袋子都守不住，好意思说你赢了？别找了，刚才把小刀给你，就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。你的怀表我已经到手了，你输了。杜爷为我，杜爷为我。这哥哥要是输了，是要被剁手指的。强哥，我们能不能硬冲出去？不行，他们人太多了，而且跑出去更糟糕。坏了这行的规矩的话，会被全上海的人民追杀。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在杜爷手下一回合都撑不下去。那个杜爷，我哥冒犯了您，您高抬贵手，不要砍他的手指。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这人啊，很公平的，我要他3根手指也没什么用。这样，我把选择权呢交给你。谢谢杜爷，您尽管说。好，那你过来伺候我1年，这1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见识到我们杜爷的厉害了吧？啊！我要是你，早就把这个小妞送给我们杜爷了。毕竟是你嘛，哪有你的手指重要啊？是留下你哥的手指，还是留下你？你选吧。等等，谁说我输了？你的东西在我手上。别装了，我的东西在不在你身上，我不知道吗？净吹牛！嘿，杜爷，这家伙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，还在这虚张声势呢。废物，是我高估你了。完了，为我！
骗人的东西啊！以为侥幸在杜爷身上摸了个银针，你就以为你行了啊？可不是，放眼整个上海滩，杜爷的手艺数一数二的。他呀，不行不行，别以为自己会点手艺就可以在这儿肆无忌惮。你说东西不是在你身上，来啊，拿走。怎么，装下去了？那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的手指我要定了，把他手捆住。好嘞。杜爷，我哥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，您高抬贵手，不要看他的手指。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愿不愿意用你来换你哥的手指？小妞，你哥可领教我们杜爷的本领了啊！我们杜爷这下半身功夫，你不想领教领教吗？啊！不用领，因为他没这个能耐。我没这能耐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手指我今天要定了，天王老子都说了不算。你不是很能装吗？我让你看看东西到底在谁身上。怎么，玉盘呢？太好了，我哥拿到东西了。不可能啊！他竟然拿走杜爷的玉牌，这家伙什么人？整个上海滩能在杜爷身上摸到东西的屈指可数啊！他不会是龙门13堂的人吧？啊！龙门13堂。龙门13堂是整个上海滩最神秘的派系组织，没人知道他们具体在哪，只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身手不凡。啊，看来啊，我真是想象了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在这道上怎么没听过你的名气啊？因为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不像你以道为谋，欺害百姓。少在这自诩清高，真是白瞎了你的手艺。这样，以后呢，你就跟着我混，咱俩今天一笔勾销，如何？虽学了道，但不可以道谋财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我还是各自走天涯路。小子，笑不来，是杜爷给你面子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。总之比试都结束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，但是他必须留下。咱俩既然是平局，我最多不要你的手指。我们约定的是，赢了才能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难不成还要再比一次？那倒没必要，因为刚才的比试并非平局。难道你瞎了吗？怎么，手艺不行，眼力劲儿也不行？你仔细看看这个怀表，是我的。这怎么是我的怀表？不可能啊！对，他就没靠近过我呀。别装，虽然你有一点本事，但是在杜爷面前，你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哎，杜爷，我想象不到你是怎么办到的，但是这种极高的手法，只有龙门13堂的创始人才有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刚刚都说了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现在你的玉牌在我这儿，所以我们赢了。接下来该兑现你的约定。像你这种人，自断3根手指，对大家都好，尤其是那些被你盗的人。
你们赶紧给我滚！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。怎么，想赖账？身为荣门中人，你应该知道赖账的结果。大不了我离开上海滩，但是不能砍掉我的手指。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让你死在这儿。在我面前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况且，你觉得你这些手下会为了你坏了规矩吗？兄弟，爷爷，咱们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？荣门规矩，愿赌服输。就算我不找你的麻烦，日后还有其他荣门的人找你麻烦。我们走。给我等着！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还能这么意气风发。照你所言，若不是俊儿，你们就都回不来了。可不是嘛，爹，你是没看到徐大哥的那双手，真是太快了，神乎其神，他碰都没碰到，东西就到他手里了。俊儿这手艺真是和他父亲如出一辙。我这儿还有事要处理，你先带着俊儿出去转转吧。啊，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抱歉，长官，还没有得手。fuck， 这事情耽搁多久了？你到底能不能做？报告长官，实在是万国商会的戒备太过森严，我派了好几个老头都没有得手啊。失败就是失败，不要找借口。话说你们上海滩不是有个什么荣门13堂吗？这些人也办不到。13堂的人太过神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我压根儿就找不到他们。不过您放心啊，我刚找到一位高手，或许他能帮我们拿到那个东西。不管你有什么方法，我只要结果。如果成了，大樱花帝国我是不会忘记给你的承诺的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，请长官放心。曲俊，苏徐两家同为荣门，当年苏庆和与我父亲一起外出，之后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只有苏庆和一个人回来，并带回了父亲死的消息。当年的真相究竟如何？看来只有亲自问他才行。俊儿啊，多年不见，此次前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都瞒不过苏伯父。其实我此次前来，是想知道当年我父亲的意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父亲当年的意外，实属是一言难尽呐。有很多事情你还是知道的好。爹，徐伯父的死真的另有隐情吗？苏伯父，还请看在苏徐两家世交的情谊上，请告知真相。世交，徐家出事，苏家受牵连，现在已如风中残烛。你再追问真相，是想让我苏家彻底完蛋吗？你闭嘴！俊儿啊，非我不愿，但是对方在上海滩势力滔天呐，告诉你，你也无力解决呀。苏伯父，身为徐家人，我必须要知道真相，以及我父亲的死，还有杀害他的仇人。教主不好了！万国商会的白家姐弟带着人气势汹汹的朝咱们这边过来了，又来找茬了！父亲，跟他们拼了！你冷静点儿，现在的苏家怎么和万国商会斗啊？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妹妹，
你刘薛在外有所不知，万国商会找到荣门13堂的白家姐弟对付苏家，他们妙手空空，专偷苏家库房钥匙和账本，苏家也被巧取豪夺，损失惨重。万国商会，苏家怎会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徐家，父亲追查你爹的事，得罪了万国商会，他们用尽下作手段，栽赃陷害，现在竟敢上门挑衅。难道万国商会和我父亲的死有关系？万国商会势力庞大，远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屋里还有活人吗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没资格跟我说话，让苏家家主给我滚出来！想必二位就是荣门13堂的白玉兰和白世玉兄妹吧？不知大驾光临，到底所谓何事啊？带上来！大哥，你怎么？你们莫要欺人太甚，真以为我苏家没人了吗？欺人太甚！你们家苏大少爷苏明瑞，昨夜潜入万国商会董事长陆天雄先生家的府邸，有意盗取这颗明珠之心。现在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。明珠之心，明瑞，你他们是有意陷害我，这照片是假的。少废话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而且陆先生已经准备去巡捕房报案了。要么你们苏家赔偿10万个大洋，我替你们向陆先生付奏付；要么就让苏家大少爷去巡捕房了。听说租界的巡捕房的刑具10万银元，我苏家现在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来。没有现金，莫要找理由。这个小妞不错，让她陪我几晚。苏小姐国色天香，她值这个价。白世玉，你个畜生！你骂吧，你现在除了愤怒，还能怎么样？啊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跳梁小丑。既然没有现金，你也不愿意让你的宝贝女儿陪我交戏，那就让苏家大少爷去巡捕房了。等等，没有现金，我们也有其他东西。我把苏家在青浦的4院8宅给你，这个够不够？4院8宅啊！嚯，它的价值远超10万大洋啊！不错。但我有个条件，既然同为荣门中人，不知你有没有种和我来一场真正的比试？杨儿，不可呀，那可是咱们的祖产呐！一旦要输了，咱们就彻底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是有备而来，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况且我们苏家也曾在荣门中辉煌过，何惧这些小人？爽快爽快！哎，这样一来，我既可以得到地产，又省得我费心了。说吧，想赌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人和那些照片证据给我，并带人离开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用这些换我大哥和证据。你是想用最高的筹码来博弈不是？有意思，答应。好，那我们就比基本功贪囊取物。你胸前那块金壳怀表，遗址相时间内，若我拿到手，算我赢，反正你赢，敢不敢？就凭你，别说1炷香，让你3炷香又如何？那就劳烦大家做个见证。点香了，来人！
苏阳太急躁了，现在目标太明显，白世玉早有防备，那露出的表链恐怕只是个幌子。又赢了！我赢了！不对吧？是我先抓到你的。怎么了，苏家二少？看来你的探囊功夫不到家呀！来来来，大家给他评评理。这样算输了吗？现在时间已到，苏二少非但没有拿到表，还让被偷者发现，并当场捉住。这种情况可是荣门大忌，所以苏二少，你输了。你使诈！哎，苏家二少，话不能乱说。咱们比的是探囊取物，可没说不能设陷阱反制啊。是你自己学艺不精，手法生疏了，是吧，苏家主？这人还算是有点本事。苏家主，承让。皇帝器拿来。给。大家来看看，这就是和万国商会作对的下场。谁有不服，随时来战。苏家主，请吧。你和我一同去经济司办理财产转让手续吧。苏家完了，苏家完了。哎妈，苏家老爷，要不你问问你家女儿，看她愿不愿意拯救你们苏家。苏家主啊，让你女儿陪我去。我们荣门兄弟众多，一晚上就一场，怎么样？哼，苏老爷子，我看这法子行，我第一个报名。儿子输了祖产，女儿用身子说，苏家这买卖可真值啊！你们无耻！爹爹，别动怒。苏家主，你就应该庆幸，你家女儿长得如花似玉，一晚上顶一张啊，这不比上海头牌值钱啊！啊！哎呀，苏家有这么两个儿子，真是不幸。你说什么呢？一个被陷害，一个比不过，说来说去，只不过是没用的。苏家小姐，你自己选，你是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苏家完蛋呢，陪你爹去要饭，还是跟哥哥走啊？这事替苏家接了。徐哥哥，这是我们苏家的事，与你无关。苏家因为徐家才得罪了万国商会，怎能与我无关？白世玉，我和你比一场，说是我，你把这些证据、房契、地契全部留下，赶紧给我滚！说是我输了，就任由你处决，如何？徐俊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配代表苏家有个什么手艺？偷鸡摸狗吗？苏家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用威胁服也配跟我对？你拿什么跟我赌啊？哼！你跪下来给我舔鞋，我都不稀了。徐哥哥，别冲动。我知道你可能有些门道，但是他们毕竟是……放心吧。至于赌注，我就拿我这条命和你赌，说是我输了，我这条命任由你处置。说是你不敢，夹着尾巴赶紧给我滚蛋！你的命有屁用！老子对你不感兴趣，要赌就让他赌。这是你我之间的事。你他娘的丧老几呀！我说了，我要赌只跟他赌，
没这个资格。好，我来做徐哥哥的赌注。若输了，我跟你走。秦羽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拿自己当赌注啊？可就你这么一是，你给他当赌注，他就是一个棒槌，你这不是完全害了自己吗？其实你没必要这样的。如意一决，况且我相信你。哎，还是苏家小姐好过脸，我都能想到你今晚上遭受弄死的样子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好，你说怎么赌？很简单，既然这些房契、地契已经在你手里，那么一炷香的时间，不让这些东西回到苏伯父的手里，就算我赢，反之算你赢。如何？这怎么可能？徐俊，你疯了吗？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一炷香的事情，让他完好无损到这个老东西手里。徐俊，你太猖狂了吧！你他妈当我是稻草人啊！徐俊，来，你取啊！放轻松，不必这么紧张，我不会靠近3步之内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隔空取物。你他娘的，以为自己在变魔术吗？啊！我第一次被人瞧不起。好，老子就陪你玩，我看你怎么拿。来啊！好，既然没有异议，那就点香吧。回归之前，我真想隔空取物。到底在干什么？都火烧眉毛了，还有心思喝茶？香都烧一半了，他到底有没有把这场比试放在心上？二哥，别急，相信徐哥哥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时机已到，你的那些房地契已在那。志玉，不要回头！大胆！诸位，我的目标从来不是房地契，而是这个诬陷苏大少的证据。如今证据在我手上，我想苏家主应该不必偷那10万银元，找陆先生疏通了。至于房地契，你们喜欢，那可以留着，反正也没有经济司的盖章。好，俊儿啊，苏家真是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！徐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看你，这他娘的绝对是高手啊！我上！怎么，只许你们诬陷，不许我使诈？你住手！愿赌服输，阁下手段高明，是欲出的不远。地契房契物归原主。不过，今日得见高人，手痒难耐，不知可否赏脸，与我单独再比一场，也好给手下兄弟交代。否则，苏家未必总有好，尤其那位姑娘。不必威胁。白堂主既然有野心，徐某奉。
爽快。既是荣门首日，那便来场八宝归元如。二哥，什么是八宝归元？这是江湖顶尖道术，8件东西藏匿各处，双方布置地点，限时内谁找得多谁赢。自当奉命，8样物，你我各选4样。为保公平，就请苏小姐来藏匿我这4样物品。好，那劳烦白先生来藏匿我这4件。好。现在，请2位分别将这些物件藏于这间会客厅内。我2人，在场的各位皆可做个见证。我2人若有1人睁眼，则判输。审问已经完成。我也已经完成。规则有4，其一炷香的时间内，我需与徐公子找到这被藏匿的8个物件。其2，寻找的过程中只能用手，不可以损坏家具、陈设，更不可以搬动沙发、柜子等大型器物。其3，找到了物件，需无声无息地放入我们各自的锦囊中，而且必须保证物品完好无损。最后，相近之时，以各自手中锦囊中完好无损的物品数量定胜负。这一炷香之内，不仅要快速搜索、精准定位，还要迅速取物，不破坏环境，更要提防对手干扰或偷取自己囊中的物品。这简直是对眼力、手力、耳力、隐匿手法、心理等全方位的终极考验。只有真正的龙门高手才敢进行这样的比拼。那个姓徐的输定了。等等，那如果2方找到的数量相同呢？既在苏宅比斗，你们占尽地利，所以若是找到数量相同，那也是我们赢。可有异议？开始。不仅动作优雅，而且干净利落，这才是真正的技术。魏谦，简直就是井底之蛙。居家居然和我姐妹分上下，看来我之前只是小瞧他，没想到他的实力竟这么强。快的手，他如此悠闲，难道已经胜券在握了？不行，我不能再继续找，我必须要确定他锦囊里现在到底有几件。糟了！好一招袖里乾坤！既然如此，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妙手空空。不好意思，是我。不好意思，是我赢了。我的锦囊里有5件物件：金戒指、金怀表、
银元、钢笔，还有翡翠扳指。这么说来，是徐哥哥输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的锦囊里只有打火机、羊脂玉佩和玛瑙碧烟壶，只有3件，那岂不是输了？好小子，虽然你有2下，但和我姐姐相比，姐，你头上的发簪怎么不见了？不对，不对，难道你……不好意思，白堂主，你的簪子可能在你的锦囊里。刚才白堂主精妙绝伦的手法，险些将我的派克钢笔抢走。情急之下，我便只能借你的簪子，让他假装成钢笔，好蒙骗我。绅士，不过按照刚才的约定，你们双方拿取数一致，也算我命。徐先生，这个你如何解释？刚才就不应该答应他，真是托大了，就差一点儿啊！谁说我拿到的数量和你们一样？加上这根派克钢笔，刚好5件，所以你输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5件？我姐姐，只有4件，怎么会多了1件？等等，金戒指有2枚。姐，这是我的违戒。你竟然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摘走我的随身玉簪，还在我自以为得手的瞬间，将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锦囊里真正的金戒指换成了我的违戒。这是观音手，你怎么会这功夫？姐姐，什么是观音手？观音手是柔门极高的一种手法，可以灵活控制每个指节的力量。据说，会这种手法的只有荣门13堂的总提督。请问徐先生，您与荣门13堂的总提督，外面尊称佛爷的那个人，到底有何渊源？我不知道你口中的佛爷是谁，我只是一个混迹江湖的浪子罢了，也只会一些微末的伎俩，不值一提。倒是白堂主，今日的比试结束，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阁下手段高明，我白玉兰今天认栽了。我们走。徐哥哥，太好了，他们真的走了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，我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姐，没想到徐俊那小子真有本事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不管他是谁，我们只是拿钱办事。苏青和这老狐狸，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听说有人打着荣门13堂白家姐弟的旗号，在苏家招摇撞骗，演技不错嘛，两位。娟儿啊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伯父您言重了，真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这般身手。要是你想啊，可以随时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。伯父，我没有这个打算，我只是想知道当年我父亲死亡的真相，还望您如实告知。既然如此，你对我们苏家有恩，又身怀绝技，那今天我就把真相告诉你。我们两个一起去。对，当年我与你父亲一起去盗窃漕运公司的账本，没有，里面包含了上海很多企业
与黑龙社走私国宝的海运交易记录。走，快走！我们和万国商会合作，想一同把这些证据交出去，谁料却突然遭遇背叛。龟田先生，您别生气，我知道是谁盗了您的文件，快带人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是父亲为了救我，独自拿着账本引开敌人，之后便下落不明。后来我派人多方打听你父亲的消息，才知道他已被谋害。再后来，那个账本竟然落到了万国商会手，至此，万国商会借此一飞冲天，成为上海滩最大商会。其实就是万国商会会长陆天雄。我本打算找高手去盗取账本，扳倒陆天雄，但岂料万国商会的防御实在太过严密。我这一举动让陆天雄知晓，从而你们苏家让万国商会针对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那是不是只要找出这个账本，就可以曝光这件事情的真相？是的，但是想盗取账本，如何容易呀？账本在陆天雄的办公室的保险箱里，但不说那保险箱是钥匙和密码的双重设置，就是潜入万国商会的办公室都很难呢。徐哥哥，难道你想？不错，既然是万国商会的人害了我的父亲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苏家全力配合你。如果要拿到账本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取得陆天雄身上的钥匙，光是这一步就已经很难了。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陆天雄的生活规律和喜好。陆天雄这个人好色，而且喜欢跳舞，每晚7点，他都会出现在大世界。但接近陆天雄却很难，他身边有3个保镖，一直在观察情况。抱歉。所以我们得让陆天雄主动靠近我们。来呀，来吧。那老小子看过来了。以你的魅力，吸引他岂不是很简单？幸好我学过舞蹈，不过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舞池里跳舞。不过徐哥哥，你怎么也会啊？该不会这几年和很多女人跳过吧？我这叫技多不压身。话就说到这儿，点到为止。接下来到你表演，放轻松。跳个舞而已，有什么难的？又不是去拿钥匙。哎，这没有你的事儿。这位小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邀你共舞一曲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我今晚的时间被那位先生承包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陆总邀请你跳舞，那是你的荣幸。陆总，你听过万国商会吗？万国商会是那个传说中掌握上海滩经济命脉的万国商会。哼，不错，你眼前之人便是万国商会会长陆天雄，陆总。既然是陆总诚意邀请，我当然也不好拒绝。请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买下了他今晚全部的时间。收了我的钱，还和别人跳舞？啊？徐少，这位爷，我可不敢拒绝。我管他是谁，既然你收了我的钱，
就算天王老子来，也不行。小子，你眼睛长到屁股上，家里老人没有教你，在这上海滩碰到什么人要绕着走吗？我管你是谁，趁小爷我现在心情好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小子，毛都没长全呢，就敢和陆爷叫嚣？怎么，还想动手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，这里有人闹事！怎么回事？我已经呈报了这位小姐今晚所有的事情，她不但要抢我的人，还叫她的手下动手打我。您给评评理，这到底算怎么回事？确实，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。是啊，抢人所难，可不合规矩啊。算了，这里毕竟是法租界，在这里为了个女人啊，跌份儿。走，跟小爷我回包厢，看到他这张老脸就晦气。你们两个站住！又有什么事儿？舞我可以不跳，但是不是你们的东西，可不该拿。你什么意思？看在这里是法租界的份儿，现在把东西乖乖交出来，我可以放过你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小子不要给脸不要脸！刚刚你们偷拿了什么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丢了东西，现在是想诬陷给我们是吗？我用得着诬陷吗？我从到这儿开始，到现在，只有接触过你们两个人，没在你这儿。难道在这位小姐身上？话可不能这么乱说。你自己丢了东西，怎么能说是我们拿的？说不定是你丢在哪。不可能！去把经理叫来。现在拿出来还好，要不然一会儿搜出来下不来台了。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走。怎么回事？堂堂上海滩大世界舞厅，居然出现扒手偷东西，经理你不管一管吗？怎么可能？扒手在哪儿？若是窃了您的物品，别说你本人，那我也不会放过啊。那就好，那个扒手就在那儿。怎么，缴了你跳舞的名号，就污蔑我偷东西？对啊，空口无凭，你是怎么确定是我们拿的？这还不简单，搜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想，大世界舞厅如果出现扒手，对你们的影响也不好吧？没错，二位配合一下吧。搜一下这位女士。如果我说不，先生，如果您不配合，离开不了这儿。哥，怎么办啊？好，要搜就搜，但如果要是在我们身上没有搜到东西，你不光要给我们道歉，而且还要让这帮满口胡言的家伙出去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一个扒手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会让在场的每一位客户的利益受损。先生，您是丢了什么东西？一把钥匙。钥匙。走。搜完了，我这什么都没有。检查完毕，我这里也没有。
下去吧。哎，等下，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把手举起来，不要动啊！双手打直摊开。你他妈什么酒？是人喝的吗？没有吧？我都说了，我没有偷他们的东西。先生，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您说的钥匙。哎，没想到你们还是个高手啊！我的东西凭空消失了，那可说不准。你，经理，既然我没有偷他们的东西，那么这帮冤枉我的人，您看怎么处理啊？那就麻烦几位离开吧，毕竟丢了东西，在这里找来找去的，会影响其他客人。你们大世界这么多的生意，你们以后不怕在上海滩混不下去吗？我们怎么做生意跟你有关系吗？能不能混下去，我们背后的老板是法国人，我想你们也没有这个实力去阻碍他的生意吧。当然，您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，如果我们真的在这里找到您丢失的东西，那我们也会联系您。行，你跟他去留个联系方式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兄弟们都叫上，严格把控大世界的出口，出来的每个人好好检查。好，妈的，里面有法国人护着你，传出来我看谁管你！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这杯酒是我先拿的，您可否换一杯？先生，还是您换一杯吧。我就是对这杯酒情有独钟。看来你我都一样，对于美酒都是无法自拔。先生，您绅士一点，把这杯酒让给我。您这么不愿意让给我，难道这杯酒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这个人最喜欢探索别人的秘密，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看来你知道这杯酒不简单，但你可否又知道，在如今的上海滩，知道的越多，就越危险。但我这个人最喜欢与危险为伍，这样才更刺激。你这么用力，是想要这杯酒，还是我这个人？如果你要是不把这杯酒给我的，我就连你这个人一起扔下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们打一个赌，赌什么？是赌人，还是这酒杯中的钥匙？这段音乐结束之前，这杯酒在谁的手上就算谁赢。若是我赢了，这杯酒归我；若是你赢了，这杯酒你拿走。有趣的男人。不过我要再加一个条件，如果你输了，你也归我。那你可要珍惜这机会了。哥，不必担心。沾了一手心，这可不是绅士该有的行为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也打着钥匙的主意？莫非你跟陆天雄也有仇？知道的越多，可就越危险。
等你是我的人，再告诉你也不迟。歌怎么还没得手？音乐快结束了。其实我们大可以合作，如果目标一致，咱们没必要硬拼。怎么，怕了？现在大家都看着我们，是不是更没机会下手了？不要以为你会点道术，就能无法无天了。上海滩高手辈出，就你那点伎俩，在我眼里还不够看呢。你要是再不松手的话，我可真要不客气了。就怕你对我客气。来呀，使出浑身解数。这舞跳得太精彩了，这两人可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小姐的动作婀娜多姿，先生的舞姿干净流畅，令人赏心悦目啊！看来你输了。你笑什么？没想到你下手挺飞。怎么还和我一个女孩子计较？这钥匙归你。不，你人也归我呢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刚才在笑什么？你猜呢？就喝了一口酒，就上头了。你给我下药了？是啊，但是我也没说让你喝呀。是什么时候？沾了一手腥，这可不是绅士该有的行为。你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手碰到红酒。不完全是。如果拿不到钥匙，就做两手准备。你，感谢各位的掌声。小姐不胜酒力，需要回去休息了。麻烦送她去包厢休息。厉害厉害呀！东西到手了吗？还好，刚才幸亏有你。都是大哥计划周全。把手举起来，不要动啊！双手打直摊开。这他妈什么酒？是人喝的吗？待会儿你在这里假装捡到了钥匙，并大声呼喊，问这是谁的钥匙。待经理来了以后，将其给他就行。好。哟，原来是二位啊，舍得出来了？怎么，还等着我们？刚刚不是已经搜过了吗？会长有令，所有从大世界出来的人都要搜查。不为难你了，那就查吧。看吧，我就说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你们偏是不信。不过陆总也说了，如果真的是，那等你们出来，给你们资尊来一趟我们国商会。
大哥，不用查了，大世界经理刚致电商会这边，说东西找到了，让我们去拿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信了？还需要我们去吗？哥，现在我们就拿到钥匙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当然是进入万国商会，打开保险箱。可是万国商会戒备森严，办事出入都要持员工证，更何况潜入陆天雄办公室，开锁拿账本了。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人多的时机，比方说3天之后，万国商会晚宴。老板，陆会长，好久不见啊！恭喜您生意越做越大，如今更是承包了上海滩所有的码头。不敢不敢，以后这海域呀，唯有您一家独大喽。陆会长，以后还得麻烦您多多照顾我们的生意。哎，好说好说，我们的生意啊，以后全指着您了。来，来，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二位稍等片刻啊。不好意思，会长，门口有个无赖，没有商务邀请函，软磨硬泡想要进来，估计是保安没有拦住，闹出动静来了。这点小事能处理不好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次也会请了很多上海的世家，还有各行各业的老板，什么意思呀？让他们看我的笑话吗？对不起，会长。赶紧去处理一下，再这个年纪去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是。不好意思，先生。无妨。哎，你也在加班啊？加班？怎么没去参加楼下的宴会啊？啊，我刚从楼下的宴会厅上来。你是谁？这层非内部人员不得入内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的工作证呢？你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干什么？我上来帮李秘书取一份文件，这是工作证。正经事，这李秘书胆子真大。董事长办公室岂能让一个外人单独入内的？亏他干了这么多年秘书，这要是让陆总知道了，那了得？嗨，我俩这不是关系好吗？经常有业务上的往来。他在楼下应酬，实在是忙不过来了，这才让我上来的。就算李秘书让你上来取文件，那也不允许你一个外人单独入董事长办公室的。陪你一起吧。啊，你有钥匙吧？这是还没有事出，是天雄办公室。愣着干嘛呀？开门啊！好。不是这把。啊，这把才是陆总办公室的钥匙。对，李秘书让你上来取文件，会没告诉你陆总办公室钥匙是哪一把？你猜呢？你是小偷！不要再蒙我！你见过准备这么齐全的小偷吗？以我的水平，现在应该是大盗了。你放心，这些是蒙汗药，不会取你性命，最多让你睡一晚。我要开这保险箱，须得用上这听风耳来记。首先要判断这保险箱的型号，轮盘要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则为西洋的八宝转心锁，为八宝转心三型门。
当你听到卡索摩擦换上时，去进。还能把办公室的钥匙弄丢了，只要丢了什么东西，要你的命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怎么是你？陆会长，别来无恙。好，有胆气啊！打起我的主意了，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偷东西，怕有来无回吗？当然怕，但是陆会长在上海滩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我也想探个究竟，到底你有多大的能耐？哼，之前窥探我秘密的人都扔到江里喂鱼了。老实告诉我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实话实说的话，我可以留你一命。如果我要是不说呢？不说，我一样有1000种办法让你开口，而且我保证每一样办法都让你生不如死。唉，那如果我说陆会长丢了这个东西，那是不是想你也不好？竟然可以打开我的保险箱，真的是个高手。看来那天舞会的确是你偷了我钥匙，不仅能顺利地潜入我的办公室，还可以打开我的保险箱。真是个人才，把你杀了，可惜了。怎么，陆会长是想邀请我进入万国商会？不可能，上海滩是不允许你这么牛逼的老头存在的。你确定不肯告诉我你的背后的人？等你抓到我再说。抓住！哈哈，我真的很怀疑你还能怎么样。不好意思，账就先收下。他竟直接跳下去，不要命了吗？人在那儿呢，快去追！别让他跑了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你们马上找人去追，如果追不回来东西，你们全都他妈陪葬！是。不对劲。他既然打开保险柜拿走了账本，为何又将保险柜锁上？莫非……哎呀，虚张声势！原来他刚才拿的是假账本。对呀，中计了！多谢陆会长的馈赠，这份厚礼我收下了。妈的，果然被你耍了！你怎么绕回来的？我手下呢？你的那些手下早就被我的伙伴引走了。人在那儿呢，赶紧去追，别让他跑了！赶紧去追，赶紧去追！哦，原来那个人就是个傀儡。这么简单的伎俩，我竟没有发现呢。哎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还是很早就发现问题。要不是你发现了这个保险箱的端倪，我还不能这么顺利的拿到这个账本。你还是得意的太早了。我在上海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你以为调走我几个手下，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？我劝你还是乖乖把东西留下。说我的还是太年轻了。
不愧是陆会长，身为万国商会的一把手，竟然随身携带这样的武器。在这风起云涌的上海滩，和我作对的人实在太多，没有这东西，我恐怕早死10000次了。喂，叫几个保安到我的办公室来。你现在还有办法逃吗？想走，我随时都可以走。至于你刚才打电话叫的那些人，估计已经上不来了。还有商会里的其他安保，估计这会儿还在睡大觉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能把我算计到如此地步！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？这些问题，等你到了牢里再慢慢想。站住！信不信你再动一步我就开枪？怎么会这样？身为万国商会的会长，弹匣被抽走了，竟然没有发现重量的问题。今天，你也活该遭此一劫。你又做了什么？放心，只是寻常的一些迷药。我第一次进你办公室的时候，往这个话筒里面撒了一些粉末。你2次打电话的时候吸入了一些罢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算计我到如此地步？因为这一天计划了7年。7年？难道你是？等你睡醒了，在牢里再慢慢思考这些问题吧。龙门道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不道。那你为何学道？你父亲因道而亡，我要以道治道，找出真凶。爸，7年了，自从知道您离开后，我便拜入荣门，日夜学习道术。为了给您报仇，我一直在布局谋划，一直在练习道术，没有一刻敢停下来。如今，我终于拿到了这份掌门。我要揭露您当年没有揭露成功的真相，让那些在阴暗角落里做坏事的人都获得应有的报应。这个味道好熟悉。是他，他怎么在这儿？
彼を止めなさい。中に入れるな。万が一彼を。はい。回去吧，那个账本不是你该拿的。你们是黑龙会的人，看来那个账本里也藏着你们的秘密。多亏你帮我们从万国商会偷回来账本，若是我们自己去取，我们还要多费些劲呢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上。不错，我看你也是一个人才，折在这儿可就太可惜了。听我的，还是赶紧回去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我要是说不呢？那你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喂！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报告长官，我兄弟他有点喝多了，我们在这亲热亲热。敢多说一句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喝多了就早点回去休息，在这推推搡搡的，碰着别人怎么办？是。好了，游戏结束，不要再妨碍我。站住！胖子，竟然瞧不起我们，现在了竟然还想着追进去，下狠手吧！这次小姐吩咐过，他要是能追过去拿回账本，那就是万人大英帝国的好事儿。是。别再追了，再追，影响可就不好了。报告，他小巧，我竟然毫无察觉。看来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，难怪惠子小姐如此看重他。不愧是惠子小姐看上的男人，我们失算了。不至于，换个裤子而已。要是再追的话，我可不敢保证我的刀片还可以这么恰到好处。先生，欢迎光临。今天大世界的主题是蒙面舞会，请先生戴好面具后进入。花乐水流，春去无好久不见啊！啊，干杯！好是啊。啊，有机会了。那走，解约了啊！好久不见啊！走。是啊。都戴着面具，这种情况下完全找不到目标。可恶，这可怎么办？究竟哪一个才是？现在约了啊！你知道龙门道术中何为分金定穴吗？分金定穴考察的是你的眼力和判断力。你要知道这些物件中哪一个是你的目标，比如这个口袋鼓起下沉，你就应该根据它的形状判断出它里面装的应该是钱袋。这不仅仅用于定物，也用于识人。因为你需要在人群中分辨出哪些人是有哪些是不惑的，通过他们的服饰、装饰以及行为举止来进行区分和观察。账本如此重要，它必然会随身携带，但账本的大小是不能藏在旗袍之下的，因此如果有随身携带，唯一能放的地方就只
只有挂在身上的手包。如此一来，带着手包的女性就只有这几位。服务员，来杯威士忌。美女，一个人来喝酒吗？这位先生是来搭讪的吗？算是吧。那你把面具摘了，让我看看，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就是一个人来；如果不是本姑娘喜欢的类型，我朋友一会儿就到。手上的香水味不对，不是他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必了，拿好你的酒杯。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。这触感并不是真的。这酒不错。确实不错。哎，是这酒真不错。你可真能躲啊，惠子小姐。是你，我那2个手下竟然没拦住你，你果然好本事。你的本事也不小啊，躲在这个蒙面舞会里，让我好生找。那还不是被你这个火眼金睛给找到了？像你这样人又俊、手又快的男人，很难让我不找你。承蒙厚爱。要不这样，账本归我，我人归你，你看可好？账本归我，我可以考虑当你。你这样油盐不进的弟弟，可不讨姐姐的喜欢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吧。那我就看看你这探囊取物的快手，能不能伸进我的包里来。弟弟这若隐若现的胸肌，姐姐很是喜欢。姐姐的身材也不错。小子，你眼睛朝哪看？小子，你眼睛朝哪看？再看，小心我把你眼睛挖出来！怎么，还不许人欣赏风景？哎呦，这两人跳脱衣舞的呀，够火辣的。还是上海滩好啊，玩的真够花。嗯，我看那边应该是他和惠子小姐。把账本从他手里抢过来，千万不要让他跑。嘿，原来是你们2个呀！怎么，还想穿开裆裤？老子今天要废了他的手！一起去！小心，小心！你小子，你这样跑有意思吗？大家注意啊，有扒手，看管好自己的个人物品。哎，我钱包呢？哎，我怀表呢？先生，您说的扒手在哪？我看见是他们2个偷的，东西就在他们身上。都是同一个道上的，你瞎说什么？哎，这是我的。先生，请2位麻烦配合检查。难道他人呢？妈的，又被杀了！走。这是苏庆和苏家主让您把这东西给我的。不错，这是7年前漕运公司倒闭之前的账本，里面记录了上海滩诸多企业，
勾结外族，倒卖国宝的罪证。太感谢您了，徐先生，您可是为了上海滩，哦不对，是整个大夏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呐！快坐，坐。亏不敢当啊，不过之后还得麻烦你。一旦这个东西一经曝光，你们肯定也受牵连，所以还麻烦你们，日后一定要多加防范。您放心，我们上户日报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您先喝杯茶，我去给主编打个电话，然后呢，尽快安排时间把这些东西全部发出去。到时候上户的所有人都知道这群人臭我嘴里，巡捕房也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麻烦了。黑龙会怎么会和上户日报有往来？难不成？邱家主城已经派人将账本送到你处，拿得好，连人带本快速送到黑龙会。被你发现了。你们，没想到你和苏清河竟是黑龙会的人。你的身手确实了得，以你的能力，称你为上海滩最强老头也不足为过。不过可惜了，依然逃脱不了被当作棋子的命运。你，事情办妥了吗？长官已经联系召集者了。他正在赶来的路上，5分钟之后就会到达。好，非常好。有了这个账本，我们黑龙会将再也不用受万国商会的牵制了。谢谢长官夸奖，这是我分内之事。之前说过，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。以后在上海滩青浦区的工作，将全权交由你们苏家负责。谢谢长官厚爱。长官，苏清河是大夏人，负责黑龙会这么重要的工作，我认为并不合适。闭嘴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若不是你多次阻碍苏家主，账本早就已经到我的手上。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通力合作，为我大樱花帝国创造更多的价值，而不是内斗。表面上，我黑龙会作为与大夏进行贸易的商会，可实际上，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大夏的国宝，我还要让你们潜伏在各个地方，为我大樱花帝国提供更多的情报，为以后大樱花与大夏的共荣权创造条件。长官说的是，我苏家一定尽心尽力，为您，为大樱花帝国效忠尽力。是，谨遵长官命令。长官，他们到了。果然是你！你呀，
还真他妈是个人才。只可惜呀，不能完全为我所用。我还真舍不得杀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背叛了大夏，投靠黑龙会。你忘了你和我父亲的约定了吗？约定？是你父亲的老东西不识时务，还想拯救大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实话告诉你，你父亲是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之前一直在骗我。也不能说完全是骗你，只不过呀，没有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你罢了。当初陆天雄拿到了账本，因为账本里有他走私的证据，但是他没有杀害你父亲。可是那老东西竟发现了我们苏家和黑龙会往来的证据。我只好啊，亲自把他杀了，然后嫁祸给陆天雄。真好啊！一个借刀杀人的计谋。要怪呀，就怪你自己太蠢了，才能沦为被我驱使的棋子。要不是锦瑜告诉我你在码头的身手，我还真不好拿到那账本呐。你们把我父亲的尸首转到哪里了？尸体在青浦苏家宅子底下埋着呢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把你杀了以后，我也会把你埋在那里，让你们父子团圆呐。你乐什么？你问他呀。难道你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？这账本是假的，这个账本在哪呢？你问他呀。长官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根本没有接触过账本，当时是他直接拿给召集者的。我拿的就是这个账本，我一拿到就给您打电话，然后送过来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问我呀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又怎会被你们绑在这里？八嘎！把账本给我交出来！好啊，你竟他妈敢诬陷我！快说，真账本在哪儿？不然的话，老子杀了你！老东西，想杀我，你还没这个本事。来人，赶紧给我抓起来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好本事，真的是好本事！你们大夏有句古话，叫做“化干戈为玉帛”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你把账本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主放你一条生路，如何？长官，不行啊！他知道我太多秘密了，这样做就等于放虎归山呐！闭嘴！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办事不力，才沦落到现在这种结果。我们无冤无仇，没必要闹得鱼死网破。你把账本给我，我放了你一条生路，这样不是很公平吗？
听起来不错，但如果我要是说不呢？年轻人，我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做事不要那么冲动。我们只想要账本，并不想牵扯进你们苏家的恩怨。那些事情，你们可以以后再清算。至于现在，我建议你还是把命保住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若是不交出账本，还走不出这个门了。我知道你本事了得，你不会以为就凭你手上那把匕首，就可以走出我们黑龙会的大门。你一个人，真的觉得能打过我们所有黑龙会的人吗？那如果再加上我们呢？你们什么人？怎么闯进来的？保安！保安！别喊了，你是在叫楼下那群人吗？他们都睡熟了，就算你喊破天也没人听得到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刺鼻？报告长官，是消毒水的味道。领导说最近上海滩风寒太严重，办公室必须每天进行消毒。现在你觉得我能走出这个地方吗？徐大哥，事情解决的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这个老家伙已经将当年的真相全部交代，剩下的事自会有人处理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们是在套我的话吗？不然呢？你真的觉得我是被你迷晕抓过来的？就凭你那些下了蒙汗药的水？老东西，若我不是假意被你抓的，你又怎会将当年的真相全部吐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开始你就知道我跟你说的是假话。你觉得呢？否则你怎会有今天的下场？从你让那2个人假冒荣门13堂的姐弟开始，我便知道，这是你在我面前上演的苦肉计。你只不过是利用我为父报仇的执念，来盗取万国商会的账本。想必2位就是龙门13堂的白玉兰和白石玉兄妹吧？不知大驾光临，到底所谓何事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知道那2个人是冒充的？从一开始那2个人进门开始，我就知道他们俩是假冒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白家姐弟，他们的行踪神秘莫测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所以啊，这就是你蠢的地方。麻烦下次找人冒充我和我姐的时候，不要找熟人下手。难道你们就是龙门13堂的白家姐弟？听说有人打着荣门13堂白家姐弟的旗号，在苏家招摇撞骗，演技不错嘛。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你竟然认识白家的姐弟，真是老夫的运气太差了。我当时要是找人用荣门的其他人来代替，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了。不是你运气差，而是你蠢。从始至终我都知道你的想法，不管你怎么做，永远都赢不了。大言不惭，现在你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你尽可嘲讽我。薛大哥，像这种愚昧之人，不妨把真相告诉他。你真的以为每次你想盗取账本的时候，薛大哥就这么刚好就在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其实，在暗中找了很多老头去帮你盗取账本，却无功而返，对吧？之后，你又多次联系荣门13堂的人，却无人回应。你就不想想，你为什么就联系不到呢？13堂的人太过神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我压根儿就找不到他们。不过您放心啊，我现在刚找到一位高手，他或许能帮我们拿到这些东西。难道是因为徐大哥才是荣门13堂的创始人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要盗取账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绝对不可能！难道是我枉费心力？绝对不可能！一开始接近我，就是想利用我得到真相吧？如果我不在码头上演这一出戏，锦瑜又怎么会告诉你？你若是不知道，又怎么会利用？分明就是你们去抢别人的钱。重要吗？照您所言，若不是俊儿，你们就都回不来了。不是吗，爹？你是没看到徐大哥的那招式，真是太快了，神乎其神。他碰都没碰到，东西就到他手里了。通过你多次联系荣门13堂，我便知道你的目的。于是我便和白家姐弟还有阿强联合起来，在码头演了一场戏。本来是想演给你看的，可是那天你没到场。但以锦瑜淳朴善良的性格，他一定会将码头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你，让你产生利用我的机会。所以我依然演完了这场戏，让他给了你利用我的机会。后来来到了苏家，我便假意要与你合作，为父报仇，夺得账本，让你产生利用我的错觉。在此之后的一切，你也都清楚了。虽然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但并未影响整个计划的实施。到最后，我将计就计，被你骗，让你露出马脚，说出所有真相。至于你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账本在哪里吗？根据相关人员的举报，黑龙会以樱花和大夏的外贸为名，实际暗地里组织大夏国宝的贩卖以及走私的通道。现根据大夏的规定，查封黑龙会，涉案人龟田雄二、惠子若干人员缉拿带走。苏清河因带领苏家参与走私国宝的勾当，即刻起查封苏家，其余人员全部带走。余生，在监狱里忏悔你的罪过。
终于完成了完成的题。多亏了你们荣门13堂啊，才能让我们抓到这群败类，成功破获了大夏国宝的走私案底。您过奖了，要不是您让阿强帮我们还没这么容易成功。咱们合作虽然结束了，但你这兄弟我是认的，有空找我喝酒。好。探长，苏家被查封了，那苏锦瑜呢？你放心，经过我们的查证，苏锦瑜对这件事毫不知情，并没有参与其中。只不过，锦瑜，没想到你会来。对不起啊，是我造成了这一切，害得你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难道我还会怪你吗？又不是你让苏家走私国宝的。况且，是我爹杀了你爹，也只是为了寻求真相，为父报仇而已。可是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从来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，甚至还欺骗了你的善良。那又如何？不过确实，我曾经因为你的行为感到非常难过。我不是。不用解释，我现在能理解你的选择。你只是选择对你重要的东西而已。至于我，有什么资格让你顾及我的情绪呢？好啦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不用多说了。你也不用感到愧疚，毕竟你不欠我的。好啦，我走了，谢谢你来送我。以后还会再见吗？有缘再见。那个人就是摧毁了我们大樱花帝国的老头。